你好，想問呢度有冇香港製造嘅產品？好多都係香港製造嘅。咁邊啲？香港製造嘅呢啲都香港製造嘅咯，你睇下。華豐百貨、 Thank you 華豐國貨有限公司是一家歷史悠久的香港零售企業。我搞掂啦，揾到啦。Made in Hong Kong。呢度全部都係 Made in Hong Kong 咯。馬來西亞。呢啲全部都係香港製造，你揀呢個咯。創辦於1963年，總部位於香港北角英皇道。以下是對其背景、發展及現狀的綜合概述。華豐國貨於1960年代成立，初期以銷售中國內地生產的食品、日用品、服裝、工藝品等國貨為主，憑藉價格實惠、品種豐富的特點，在1970至1990年代成為香港市民選購日常用品的熱門地點。作為港島家喻戶曉的國貨商場，華豐秉承以人為本、誠信經營、服務熱忱、親切有禮的理念，專注提供高品質、多元化的商品，滿足本地及海外顧客需求。其產品範圍涵蓋食品、茶葉，茗茶中心提供超過300款茶葉、中國名酒如茅台、五糧液，外國名酒如 XO、葡萄酒、中成藥品、傳統華服、家居用品及手工藝品等。隨着香港零售業的變遷，大型超市和電商的興起對傳統國貨公司造成衝擊，華豐的分店數量減少，部分業務轉型為華豐百貨，引入更現代化的零售模式。現今，華豐已成為 HKTVmall 的合作商家，線上銷售超過95萬件商品，支援免費送貨及多個自取點，適應電商時代的消費習慣。此外，華豐國貨已發展為綜合性集團，業務擴展至房地產投資、電信、飲食、旅遊、金融投資、貿易及工業製造。商場面積達8萬多平方尺，展現其多元化經營策略。華豐國貨承載了香港老一輩的集體回憶，見證了中港貿易與消費模式的演變。它不僅是一家商店，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，吸引懷舊顧客及對中國傳統商品感興趣的消費者。同時，華豐熱心公益，曾在國內捐資辦學，積極推動社會公益事業，展現其企業社會責任。儘管華豐國貨在香港零售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但隨着市場競爭加劇，其傳統實體店面已不如昔日繁盛。通過轉型線上銷售和多元化經營，華豐努力適應現代零售環境，保持品牌影響力。然而，如何在電商時代平衡傳統與創新，仍是其未來發展的關鍵挑戰。若需進一步了解華豐的具體產品、線上銷售詳情或歷史資料，可提供更針對性的資訊或查詢相關網頁，如 HKTVmall 或華豐官方網站。